有名剧团友人新歌最近音乐表演合作影像推出新的作品，带乡亲咱嘛来感受山林的力量。透过萨奇莱雅祭司的唱声技术结合歌声甲表演，由林新歌推出新作品《建国以来》。这嘛是幽灵创团30几年来头家用翕相的方式，创办人刘玉武担任总导演，而且伫几出戏穿针引线，演出现代人的角色，让观众感受甲天地对话的祈福仪式，进入自然甲神的世界。那看这样的一个影像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连贯性的，仿佛我们是身在剧场，在看一个表演的感觉一样。疫情的关系。表演艺术团体多了另外一个创作的可能性，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，这两者都会并行。觉得长镜头一镜到底这件事情，它其实是某一种影像跟剧场之间稍微靠剧场，我们是一个不间断的看见一个过程。因为疫情，艺术表演形态改变，由林新歌嘛趁这回甲剧场的模式改伫山顶。这届场景选伫经过少的山壁之间，用一个镜头翕到底的手法，希望伫疫情的影响下，让观众踮厝内嘛通体会看戏的气氛，甲正面的力量。记者陈雅文、李玉凯台北报道。